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所在位所喺到屏东县内部乡绿堆客家文化园区太门口哦。俩园区呢係体制国家级嘅客家文化园区，佢占有30公顷咁大哦，係由中央嘅客委會啦台糖漂亮土地漂50年嚟經營嘅。從民國90年7月開始通過，一直到一種嘅96年嘅10月份，提起工廠嚟完成進行試營運。到民國18年嘅10月22號正式開園嚟營運呢，頭尾已經經過1年嘅時間嚟。到底咧1年嘅時間，經營效果好也唔好呢？你從入園嘅人次嚟看，民國18年全年嘅入園人次係53萬啥，今年呢單只營業到10月是160萬啥，還較加嘅嗬。就咧數字背後看到嘅係呢種綠堆客家文化園區經營嘅效果當中非常的好，但是係咪有行較大進步嘅空間呢？另外一下中央嘅客委會又想嚟一個園區呢，用 OT 嘅方式，幫外邊嘅民間企業嚟經營。嗱，民間企業拿到係10年嘅合約，嗱10年期間經營幫佢經營呢就綠堆嘅客家文化園區呢，像係咪門行較多嘅社區意見嚟落來，也講落社區共同經營呢？呢部分呢到地方上有清態嘅討論，但是係蠻形成所謂建議啦嚇。第下我嚟到佢就綠堆客家莊嘅信仰中心，位在屏東縣竹田鄉嘅綠堆忠義祠。呢請關心嘅鄉親並台東嘅來賓共同參加討論，也請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共同嚟關心。開會了！用民團哦，出戰嘅時節後嚟施食嘅地方，也出嚟呢個綠堆嘅忠義祠，也係舉咗綠堆客家莊信仰嘅中心哦。你頭先講到綠堆客家文化園區，從去年10月份正式開園以來呢，但將今年1月到10月嘅遊客嘅入園人次是突破160萬哦。到底咧160萬嘅人次係唔係要來到呢個？綠堆嘅每隻客家莊去感受呢個客家莊嘅人文啊、風情啊、歷史建築當中嘅客家嘅文化內涵呢，想今日進行討論。上面收嘅台東來賓，第一個呢係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處長鄭美玲鄭處長，好。主持人洪教授、蔡館長、各位關心客家事務嘅各位先進、各位鄉親，大家好。好，感謝呢個鄭處長。稍等會收嘅係呢中央客家委園會嘅諮詢委員，佢同時係呢屏東嘅客家子弟嘅彭智能、彭博士、彭教授。我哋客家綠堆嘅鄉親吼，同那個北婆幫妹叔婆吼，阿叔個我哋子弟吼，大家好，大家好。好。我係彭智能吼，聯絡港嘅人，謝謝。好，感謝。稍等會收嘅第3個來賓係園會從呢新北市來嘅台北市嘅黃金博物館嘅館長曾蔡宗雄蔡館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黃金博物館蔡宗雄。好，頭下你講到呢，呢種嘅綠堆客家文化園區係全台灣體制嘅國家級嘅客家文化園區。綠堆客家文化園區開業1年啦，嚇，從民國18年，人遊客人次就50萬，到今年是890萬，160萬，增加一批客家嚇。到底呢隻經營數字嘅後輩，代表意義係咧園區嘅成功，也係講行下是有進步嘅地方，大家努力呢。我想先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下，今年其實做對些事情，一般嘅民眾、一般嘅鄉親對呢隻園區嘅想法係乜嘢？演員看那個戲，同特別嘅雜埔總頭建築，透過環保60年嘅同素材打造嘅綠堆客家文化園區，係第一座國家級嘅客家文化園區。今年10月咧開業1週年，同時第4月11日未正式同奧田入閘搶用園區部分空間營運而進行，希望打造出無共用嘅園區。用結合力量，共同來推動呢個在地嘅文化老產業。按樣方我相信嗬，對呢綠堆嘅文化產業呢嘅推廣一定會有幫助。奧田總統表示，將會用2300萬元以上嘅開發經費，針對委託營運空間，包含客家食堂、田園春堂、學校設施也都重劃，進行部分嘅裝修，提供人客更加好嘅空間環境。另外，未會配合園區客家文化傳承推廣嘅政策，來辦理各項嘅行銷活動。
那我想六队是一个很值得介绍的地方，我们也觉得很惊艳啊，所以希望把这个地方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还能够满足各项的一个需求，这样子是我们未来营运的目标。延期度用客家神话同自然生态做主题，再演出六队嘅特色动演法。只讲同大家参观嘅人客详细嘅介绍，静态展示期每分演出嚟六队嘅动演神话样貌。展示出一个客家历史文化，当然有也信仰，另外也有看到一个客家以前的一个建筑，六队一个先民伊个迁徙的过程。延期度唔但常有静态展示，未有互通式嘅种子，做嚟本人客更加了解客家文化。所长一碰触，连八音对那个唢呐音响都会散发出来。甚至于那个有任何一个庆典有那个音响，你可以回味一下。保留了老嘅颜料建筑、农建，还加有客家特色产业商品展示。佢一年内总共上嘅165万人次经验参观，不过也有用钱，还加有一度嘅期待。希望有更多那种互动型的活动吧，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参与种田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体验。有些摊贩好像他都是零零落落的，你看，我觉得他想好的话，可能想说他的宣传可能还是不够啦。我们在台北，我们没有听说，你知道吗？好比表示，面对硬体建设完成过后，为了要增加软体嘅内容，好本国家级嘅延期，做嚟提供人客更加丰富嘅客家元素。延期部分建议未会搞本奥天入闸，不过客家向前希望政府做嚟多谈其他條嘅線上，向下嚟結合發展出客家精緻多元化嘅六隊文化同聲音，每本延期經驗到客家好。用百年老嘅延期經驗到行下成功，像係所有嘅鄉親共同嘅欣賞啊！看下頭先講到音樂人次有增加哈，你係做量化來看的哈。你睇看到係六隊客家文化延期啦，營運咧就遊客嘅統計表啦哈，所以看到到去年4月份時間有13000人撒哈，到4月份呢也有11萬撒多。今年呢，總共13張嘅下，從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13張嘅下來有168萬撒按多吼，平常時嘅人呢有5475撒，佢講平常時一年就5000人撒，佢講標量嘅話就超過1萬撒按多啦吼。但是講看起來咧，種嘅人客係非常的多吼，你可以一年嘅時間，真是然後吃魚嘅時間冇窮用哦，真是可以嘅講看起來吼效果唔會差。不過我想強調下恁嘅陳處長是講。看到也數字有8個萬撒，但是你因為也都你內部鄉到屏東縣嘛，屏東縣你採鐵六隊嘅客家莊，咁數到了168萬按多嘅遊客人次嘅影響力冇。我哋感覺到個可惜嘅講吼，到文化延期嘅人吼，大家都到主持人講嘅吼，有引來引導，好有引來引導。但是我哋更加咧吼，就大家講講但是到文化延期之後有看到講，有到我哋呢六隊嘅鄉鎮，到火風草料，好到我哋嘅鄉鎮來食美食，好來第一邊來講，好些也部分可以增加消費，可以增加停留嘅時間，也觀察同記錄，我哋都冇看到。都冇看到，所以睇啲係你講，高速公路下來，因為你下落嘢係唔蝕錢咧，當到遊覽車會蝕到地邊來，落來時間去看一下，放片一下。買到特色產品要上車，就溜到墾丁去啊！所以，你160萬人，目前你屏東縣政府咧客家事務處並冇感受到，你都遊客有行業嘅呢個六隊客家莊地位度落去。我哋認為講文化延期吼，做伊咧帶通吼，我哋六隊鄉鎮觀光發展嘅伊個火車頭，也係部分吼，伊應該會來同我哋咧鄉鎮和同社區吼來討論，用嚟種也頭都講吼160萬嘅人，吼假設講有1/10，吼伊可以到吼內部嘅到慢慢吼到內來吃，吼安尼其實也係停留嘅時間個長嘅話，伊個消費有個度，好，讓可以來發展我哋地方嘅一個商機啊。好，剛才像高強講，你係彭教授哈，彭教授是講，其實你哋一開始民國86
年、87年的时间，喺屏东县政府开始针对那个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做规划。报名呢，那个中央嘅行政客家委员会成立的是交本中央客家委员会来进行监察。那监察期间呢，又经过92年开始嘅试营运，试营运经过4年到100年的时间，然后开始正式开业营运哈。那中间呢，历史的过程当中，但是要抽成呢，你看到是讲，伊经营团队啊，事实上规划嘅经营一直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面哈。所以讲，今比看到的数字有增加轻度，但是实际上民众的感受唔係按強烈哈，兩部分落差產生出來。未來像你下講一本 OT 業者嚟經營，民間業者嚟經營嘅時節，我要把嘢留一種嘅落差來扯，有辦法增進發揮到呢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國家級嘅一隻火車頭嘅功能。其實一個園區啊，對咱南埔六堆嘅文化嘅傳承吼，同創新嘅未來嘅一個文化吼，也不太一樣吼。當然，體點來講，講地方上嘅資源跟中央方嘅資源要結合。譬如講，初中嗰邊嘅資源，地方上資源同中央資源結合，冇唔錯。一個園區屬於客家委員會嚟幹嘅吼，但是假使盼共同發通嘅時節，哦，冇到嗌共同做乜嘅硬體嘅時節，哦，中央要經過一個地方嘅一個客家事務嘅主管吼，來認同參與。第一點吼，第二點都係發現到講，我應該擺一個的東西吼，譬如說應該建築嘅設計，哦，不太像我們三合院，唔像三合院啦吼，嘅整體嘅架構。我像六堆客家莊本身，像我哋而家，我客家莊美濃街嗰度一個三合院，我哋而家像嘅半夜路吼，有三合院係咪吼？唔像啦吼。啊，天點都講北宮嘛唔係像，北宮我哋後背啊吼，我哋要種榕樹吼，啲大風啲石屎啊，可能遇到落差樣啊吼。啊，當然如果有好處，我你去看咧，有安尼客家族譜，哦，同啲睇到個上行中央吼，相同係相同嘅，我馬上尋到係相同嘅資料，啊像鄭教授，伊馬上可以尋到鄭教授嘅資料，哦，也做過好吼。啊，聽講我哋手工藝方面嘅展示吼。哦，同現場簡報，一路佢數一個我哋黃金博物館，我哋文化園區，我看到報紙嘅一走人才，我哋當地嘅人才啊，吼，差唔多要有68、70%，因為我哋當地攞過人才，能錯啦，吼，我要提個建議，吼，啊，即啲面講話講，佢重要啲講客家委員會，吼，我是認為講，我哋當然我哋諮詢委員，吼，我哋他們都提嘅意見也不見得講會，建議權吼，唔係講預決策權咯，冇啦吼。但是像我哋個熱心建議講，是不是要多參與這種社團吼？像我哋屏東嗰度各有活力嘅社團，吼，啊我哋屏東有各有熱心嘅客家思維人士啊，啊有嗰度安尼做成立個成功嘅，吼，譬如屏東有家節企業咩，客家人吼有美容窯咩，嗰一兩藝工一兩嘅吼，全部態度要提合作嘅，因為伊看到做個好嘛，品質好嘛吼，啊我哋南埔我哋萬家鄉啊。萬家鄉水果樹很好啊，還有我們有大人物，一個萬滿的一個林春輝先生經營那個年輕的那輩那個主角啊，主講主角係咪嗬？一個嗰啲我哋一個失敗的一個企業家來向他參與啊，嗬，我哋初步都講到呀，好嘛？好，感謝那個彭教授哈。不過我想請教我們的蔡館長，就是說我們剛剛細數了一下，這個客家文化園區從開始的規劃，歷經縣政府到中央，然後歷經這個試營運，然後正式開園，到現在 OT 出去，其實這當中居民所要面對這個園區的這個窗口的人士，一直在這種不穩定更迭的狀態之下，也致使呢，就是說它跟社區之間的這鏈接，現在大家普遍感覺好像沒有很深了哈。那在這個部分，我不知道說黃金博物館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你們怎麼樣去跟社區做鏈接？那這個鏈接是用什麼樣的狀態下去產生的？那效果成效怎麼樣？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好嗎？好，其實剛剛在節目一開始有看到這個在地的鄉親哦，有這麼多的軟實力跟文化，包含有合唱，還有小朋友的這些表演。其實這些都是在黃金博物館經營最重要、最必須要去盤點的資源。在我們規劃活動的時候，都會先去盤點社區的資源，跟盤點歷史、社區的歷史跟生態。那大概黃金博物館的經驗是，大概有分成4個項目來做一個經營的策略跟目標，而且必須最重要的一個那個催化劑就是在地居民的認同。這件事情如果這件4個目標沒有在地居民的認同，
这个4个目标大概都是做不到。那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去了解黄金博物馆它这100年的矿山的历史的根源跟盘点，所以我们在操作上会跟在地的耆老做口述历史的。每一年做，而不是说今年做一个普查，不是，我们是每一年的在做口述历史。所以开园8年来都有做。都有做，明年也有编预算在做，就是针对于这些口述历史、这些耆老的经验做传承。那另外，黄金博物馆很特别，它是一个有山、背山、面海，然后四季变化非常大的一个气候。所以很有趣的是，你只要看着一块我们黄金博物馆的1寸见方的土地，你就可以看到1年4季什么植物上来，什么植物下去，什么昆虫跑出来，什么昆虫跑下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在地的资源。而在地的人们也因为这样的生态的作息会有些不同，所以因这样的特色，我们也推广生态的旅游。那我们生态旅游是结合在地的居民，我们是民众报名，有国际的人士来报名，然后有这个全台湾的人来报名，但是由社区的达人来带社区的导览的这个家乡的路线，然后到大家的家乡去做探访。那再来就是我们是推一个社区的生态博物馆，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展场正在社区的家里面做陈设、做展览。所以看展览不是去黄金博物馆看，可能第1站在黄金博物馆，第2站、第3站是在居民的生活空间里面。张妈妈家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是把它串联起来。那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纸上电影院特展。那纸上电影院特展是用影像来说故事。那这个影像呢，里面的主角就会是各位乡亲们，然后把你们之前的故事、口述历史的调查结果，我们把精华的地方跟景点结合起来，用大家一起来串联一个故事，把这个展览做出来。那以上这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你台北的黄金博物馆嘅工作经验，整件行业沙期老沙期嘅成法连接到向下，一老游客帶到沙期掉度，甚至行業人家活度去看展覽，然後你還記得經驗。我想嚟請教您採啲詳情，是講開園1年咧，去年開園嘅時間係講有去遊莊啦，你喺綠隊客家種嘅太戲師嘛，有去遊莊。那今年做對些時間，延期盼咧發動，來年綠隊客家莊之間連結係樣辦法？係咪鄉親對啊部分有意見，也當對未來經營有想法，再傾述發言好冇？好，了解。還記得而家開園嘅時間咧，我哋中央公有出巡，去撈見呢段客家人講有嘅戲師，但係要擺做對些嘅時間咧，有嘅所有嘅嘅咧，嗰度鄉親都唔掂。我話對啲咧講。我哋延期做對些，起碼嘅發通。做對些發通期間，差唔多就是1年按長咧。我有聽到我哋地方嘅人士要做嘅呢東西嗬，嗰度我哋都唔掂嘅。啊，比如講，如果要唱太戲，又要唱乜嘅客家嘅歌書戲，結果我哋嘅宣傳單嚟講啊嗬，我看到客家嘅歌書嘅宣傳嘅冇。中國都宣傳到乜嘅又啦嗬，跟住話你非客家嘅人士，其實這邊呢，希望呢，我哋因為有對話人群呢，可以注重一下，因為客家歌書嗬，真是充分宣傳，而且佢也有發通之間呢，可以多宣傳我哋客家，我哋客家歌書都冇揀唔定人呢，起碼我哋嘛創個千羅檔，希望呢一班呢，你部分人講嗬，你部分人將來嘅大幫嘅種人。我哋更加按好嘅嘅你文化人去做對些講人哋佢有治理哦，希望咧也會只是去檢討一下哦。不過你睇下人入嚟嘅話，都係幾好啊。依個建議啊，同文化人去嘅即係要我哋一個文化產業嘅一條朋友，睇下要嘅持續啊嚇。你講文化人去建有呢樣嘅重要部分哦，應該要解決，啲嘅都硬體嘅部分都硬體。因為伊個嘅吼，全部搭嘅無像啊，我哋一般咧做生意，喺營業嘅，還有文化推廣嘅重點啊。咁樣講啦，伊地邊全部改道，唔管是用天啊吼，係講啊空調一條全部冇做啦。故所講，伊天氣淋落敗，我哋嘛冇辦法調冷氣，冇辦法做嘛，噴發通全部天一天咧係要見我哋。台灣南部有嘅嗬，改道北風落雨改道，像一擺風柴都改嚴重嗬，我哋人氣嗰度損失改重嗬。那天呢呢，因為我哋做文化教育，希望我哋人氣一部分做得團一條載體嘅嗰度線上，嗰度我哋沙期嘅線上，還有文化做文化，還有一條產業嘅老師傅，
也好，还是欣赏也好，做一个连结。同样观众讲馆长说的哈，我们跟在地的社区做一个连结哈，那能够把这些老师傅还欣赏也好，抢到养起来。希望今日OT 出去的做创伤，做嚟保留一个我们在地的文化，多我们可能我们乐队的一个主要的延期的宗旨，都讲我哋保存我哋客家文化。故说我哋客家文化，因为100年来大部分我哋所有的文化活动全部用表演嚟出去嘅。表演嚟出去嘅人，每天伫我哋樂隊文化嘅深入，故所嗰度我啲人嚟入嚟做多少少我哋嗰度嘅師傅、嗰度先生，伊都冇機會同佢做得發揮。故所我希望講今日 OT 出去嗬，又做得同我哋體系嘅嗰度先生學習都得做連結，幫我哋有一個發揮嘅機會，從文化中心嚟推廣嘅部分。好，感謝，多謝哈。還有那個您嘅鄉親啊，太高太子，我兩位先生先講好嘅。我發現到嗰度嘅客家人自己啊，茶廠又唔喇叭，係要乜嘅雞排鬧嘢嘅事情，一開到白潮嗰頭嘅嗰個路巷啊，把要所有老人家叫幾個唔冇啊，要在嘅就係地波要冇點咪撞咧，要行眼嘢去，千兩地波嘅要管人人嗬，撞過發啊嗬，架嘅你嘅茶庫啊。揾人掂啊咧，但係要雞排嘛嘅，我哋後邊遊戲村老人咧，個路巷擺到野草嘅，個路啊唔係停車場，我地波按法咩，真假嘅按係停車場，按嗰嗬，係細細嘅田兒啊，我看嗰度嘅客家嘅節目嘅時節啦，主持人咧，嗰度本嘢按係那個通話係哋嘅，講嚟講去要講個外來言嗰度，用河洛話、國語、日本話，嗰度插完千兩要求我主持人為嘅題，唔好講到要一啲外來人。根本要幾點意見？第一點，過去年來我要帶幾多台北嘅鄉親下來，喺草油攬茶下來。我天上嘅係樂隊文化園區啊，一天我拍出30分鐘嘅簡單嘅紀錄片啦，一切啲鄉親來。唔知啊，乜嘅人哋樂隊，面向我講嘅唔知啊，仲用講。到底樂隊文化人士人伊做乜嘅？係睇下嘅本所有嘅來到樂隊文化人士30分鐘嘅簡報，我曾經同嘅樂隊文化人士建議，但是一定講一定冇，我強烈建議拍一啲介紹片。我聽一點嘅建議啊，當然人家我哋人士用嘅係一啲義工做導覽，也真好啦，亦都係真努力。但是我哋曾經帶遊客，睇介紹起嘢，要簽到遊客啊！睇後邊講好多話呢，好得根本要聽到一位導覽員呢，我哋第一又係做乜嘅嘢，所以希望有個導覽嘅工作或繼續加強。第三個意見，上2禮拜我要帶簽到遊客去看樂隊文化園區，結果簽到遊客啊，睇嘅3合院前面翕相。樂隊文化園區搶一啲樂隊嘅3合院貨房嘅建築，但是係關門嘅，細細嘅，伊講也係我哋園區人工用嘅素材，搶遊客唔好入來。有個文化園區，人家做一個主題建築，係啲美容嘅引流啦。但是我哋看到完全唔像我哋樂隊嘅建設，我哋樂隊嘅貨房，有貨房要講嘅呀，也係一個鄉土藝術館呢，一個中實地呢，冇安嘅東西。我希望講將來喺假設再有乜嘅建設起嘅，多多考慮我哋嘅貨房嘅建築，嗱做出來。之後因為人家 OT 嘅，我強烈建議講唔好為了賺錢，啲門票啊聽得清高，而家有168個人來，唔送門票以後，所以嗰個唔出看咯，人濟喎。我哋只希望講168個人嚟嘅，明年168萬嘅人來。明年為乜高度？來過萬千場來，啊！我上年再來，請多謝大家。好，感謝。好，我想先請呢個彭委員哈來回應下講，其實鄉親有親到嘅意見哈，可能我家庭也嘅叫做上台北開會嘅機會哈，留意見帶上去啦。另一部分有冇人回應台灣你鄉親嘅意見咯？頭都提嘅講一 BOT 嘅東西，我哋看過海博館，海博館樹上幫人得貴啊，我哋建議講從黃金博物館很好，幾好。我門票唔值錢，但是我一沒有忘記嘛，我都50蚊元。我去看一個礦工嘅一個隧道後面，大概有8分鐘嘛，
也个50万元吼，第杯体验活动要输钱啦，你文化同产业分开来。好唔好？我建议人吼。所以延期真係真係平，唔嘿是老年下落來，但是產業部分另外這個。天點都頭個我上談到講一個查量嘅問題吼，所以我哋鼓勵一個文化園區同屏東算初中啦吼，同屏東學院來協調。我講我就算同下組各開一幫炒啊，我數錢嘛，哦，平開來協調講，因為有很多人唔係將台北啦吼。我哋客家嘅園區哦，全部人試下冇嚟停炒啊！哦，我哋以前考量出用坐捷運行路去啊！哦，我哋冇捷運咩？我哋要求一個像接駁車接駁嘅部分。冇到唔係那些，我哋嗰度按你遊覽車公司咩？我哋對你嗰度連做遊覽車公司可以協調。啊，有個事情我哋可以積極嚟做嘛！好，感謝。好，那我想有個問題，我想請教我們蔡館長，就說其實。在任何的公社的館舍，你都遇到就是採購法，很多案子都必須要按照這個招標出去，按照10萬塊就要上網招標，這採購法。可是這採購法，我們剛剛相親就提到說，很多得標廠商他不是在地的，或者他對這個地區是不夠了解的，他也許有他公關或其他的這個策展的專業，但是他對客家對6堆是不夠了解的，也因此呢，這個園區一直讓在地的社區居民覺得。跟我們的鏈接不深，會一直格格不入，或者你做出來的東西就是跟我們隔了一層，不是我認識我熟悉的6堆。那這個部分黃渤有什麼樣的解套的辦法？因為你們也是個公社館舍，你們面對的採購法這個難題，你們怎麼解套，或者你怎麼解決，怎麼面對？最重要是在地居民的一個穩定的窗口，跟信賴彼此的關係。那這個是非常要去經營，而細水長流的，因為文化生根不是1年2年一觸可及。這件事情好，黃金部分花8年的時間啦，沙期居民建立關係啦，8年啦，可能喺強一隻調查員咯，強一隻研究員咯，去拜訪你嘅阿伯，拜訪你嘅阿伯妹，所以故所其實信賴合作關係係非常嘅深嘅哈。啊，像那部分也可能在當做未來我聽入咗佢10年期間經營嘅隻建議啦哈。唔過嚟看下台灣很多嘅客家文化館舍。吼，樣板現可能就國家級嘅客家文化園區呢，其他希望你客家文化園區，在本期嘅樣板聽數一個樣板合作呢，看看其他嘅文化園區、文化館舍館長啊，也係講主任委員啊，佢哋想法係乜嘅？台北嘅客家區嘅園區，要同6隊合作，做嚟講，要同台北6隊嘅同志帶到。台北市客家公園嘅園區，冇講台北市市政府當到咧發通後，簽出來介紹俾台北市民地，安排講佢咧發通，冇講讓安排講俾台北市嘅學校，嘅民眾嘅社會同學校裏邊有辦嘅嘅畢業旅行，冇戶外還遠嘅地方嘅戶外教學活動，同樣發通要同要合區同屏東6隊嘅園區嚟合作。無論係硬體啊，係軟體，還有也最近1年來辦嘅一個發通啊，能見度都係當高。希望未來嘅係講也下順利要表水去本業再來去做。每一部分也嘅文化事業係向政府來去經營啦，讓就會係較好嘅在文化呈現好。但業者嘅一部分佢嘅產業係咪做得老菜體嘅產業做得來結合，真是創造出官方係有民間，然後也嘅產業做得完全嘅創造產業嘅概念，也係輕鬆業嘅。另外我咪希望講，係講做得到嘅，唔係講也嘅南部，也係講中部、北部、東部各次辦各次嘅發通，應該係講做得嚟吧，係咪講嘅發通展演，做得嚟做全台嘅巡演，那種嘅好嘢發揮到很較大。我們都聽到很多民眾建議我們台東縣客家文化園區是不是跟6堆這方面可以去做個連結，在我們客家文化園區還有6堆，真的大家都是處於地處偏遠的地方哈，那而且在人力上真的是都非常不足，都非常的不足哈，而且那我們要如何把那個遊客，而且跟鄰近的社區好來相互的結合，這都是我們共同的問題。所以我們在要怎麼活絡園區，這也是我們要互相可以交流觀摩的一部分。
作，高合作，除了社区的民众、菜地民众合作外，其他嗰種無向地方嘅客家文化園區，幹啥嘅種嘅主演委員講觀眾啊好，其他講到其實也希望來呢6隊客家文化園區來合作啦，後尾攞政府嘅資源放到最大，同時攞大家為客家文化來做事情嘅一種熱情嘅，即係集中起來發揮客家大嘅力量啦嚇。啊，像現場個開放俾你台下鄉親，後面你嘅鄉親有冇向想法，有講有乜建議，好，嚟個啊太哥。一下都講6月份呢時嚟都看到我哋文化園區嘅入園率哈，有132萬嘅人嚟嘛。安尼講安尼，古說安尼6隊冇感受到呢，安尼容易從嘅園嘅入園率一到遊客吼，帶嘅安尼6隊各鄉鎮啊，啊望安尼毛遂之間安尼觀光協會吼，唔但提供啲空間啲咧，安尼觀光協會嘅哦一到會員安尼訓練啲人吼。後來排班，吼，來園區來做安尼嘅6隊地區嘅旅遊諮詢服務，吼，還有6隊地區嘅導覽解說服務。因為目前吼園區嘅導覽解說都負責於呢，即個園區部分嘅安尼導覽。哦，冇到園區內部去是錯。古說我哋當時都講，但係嗰種提議園區有隻書嘛？園區後來上週日6月30日，安尼嘅毛遂自薦提完之後，伊講好，啊上週日吼，安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都我睇園區開會吼，我有隻提也係安尼哦，有咩講好，但是後來我用電話嚟追蹤啦吼，追蹤嘅結果啊喺伊啲想法都講，伊啲冇安尼記錄啦吼，啊嗰時候冇用記錄㗎啊？冇安尼記錄。冇呢記錄，冇呢記錄。嗰時候嚟講吼，文化園區吼，從來吼一直扮演我哋6隊體系嘅租借地啊。我講個租借地，我講個錯哦。吼，伊個係吼，伊係土地，吼，我聽人哋6隊文化園區設6隊體系設咧文化園區，但是也文化園區啊，對我哋6隊嘅地方嚟講啊，都近啊吼。吼，莫講對細啦，對以前籌備都緊吼，一旦多年嘞吼，還係用個租借地安尼個觀念去治理哦。吼，嗰陣我一樣去做，吼，同安尼6隊搞不上關係呢。吼，感謝。一個安好嘅6隊嘅文化園區，睇我哋6隊體系，實在有可惜。我哋按度嘅社團，按度歌謠班，按度舞蹈班，同學校嘅地位，按度小朋友按精彩節目。不管伊哋係一個大嘴鼓，也是講啊，新人咧又唱又跳，也是講啊，先生按用心將6隊嘅文化，伊哋變做一個戲劇，來本新人咧做戲來演出。但係咧按精彩節目去參加按度南區嘅省會學校嘅咧，攏得到鐵優獎，怪可惜冇舞台幫我哋去表演。你那個學校嘅攏係唱嘅，本家長看過後咧都結束嘅。把位按去6隊客家文化園區表演嘛？唉，真希望。有人有機會嘛？我希望講啊，6隊園區呢可以開放一個機會，幫我哋菜地嘅一條社團，同學校嘅一條先生按用心教新人呢所帶出來嘅按精彩節目可以上。有聯絡過嘛？冇聯絡過，因為伊哋要來請我哋嘅時間，就會幫我哋救火隊嘅時間，冇愛去，唔調去，唔願意去。差冇？伊都唱搖搖伊哋啦。唱歌後啊，臨時那打電話，總老師唔可以帶你啲新人嚟表演冇？拜六愛表演，拜5人嚟天花，唔可以冇？咁數到冇數到喇叭嘅準衝是錯。好，感謝兩位太子嘅發言。好，感謝。看睇其他地區嘅園區發言，也看睇你菜地鄉親發言，看到嘅係。168萬入園人次嘅背後，其實有更加深嘅、更加大嘅期待，係更加大嘅進步嘅空間吼。唔該，先歇看下廣告以後繼續討論，用乜嘢進步，用乜嘢來改進，讓在本時代呢個6隊客家文化園區經營個更加好呢？馬上從現場冇離開哦。唔講錯，獻詩出英雄，手中